如果你想上載水上活動嘅航行時數，可以喺登入 SmartPlay 賬戶後，撳設定，撳我的個人檔案，撳航行時數，撳加入，上傳航行日誌記錄圖片，每次申請可上傳唔多過5個檔案。揀艇種，輸入活動時數，揀在船上的位置，揀活動地點，揀日期，揀發出機構。如需要上載多項記錄，可以撳添加記錄，重複以上操作步驟。亦可以刪除唔需要嘅活動記錄。撳提交，遞交申請。申請會經系統發送俾水上活動中心作出處理。亦可以撳艇種，睇到已申請或者已記錄嘅航行時數申請。可以喺主頁撳提示信息個掣，查閱收件箱。撳航行時數提交通知，可以睇到有關嘅航行時數申請嘅詳情。